继续来看台中一个87岁太太，想要找真久已经无联络的兄哥，唔知要为倒位来找去，就去拜托着警察。结果警察透过一本旧式的电话簿啊，顺利找到人。虽然这个兄哥已经过身2年外了，但是其他的亲人搁会当来团圆，嘛是真感动。 这款电话簿啊，唔知咧乡亲捌看过无？这是无手机的年代，家家户户拢有一本，伊只要地址也是名，就当找到适来电话号码。因为时代进步啊，无伫因啊，是讲台中有人要找失散真济档的亲人，用这本回去找到。 年纪将近90岁的妇人要找失联将近10年的哥哥，因为地址忘了，家人带他来派出所，希望警方能够帮忙。 原件去编20多档前留落来旧的电话簿啊，确定讲伊要找人住伫什么林、什么里，依照这个姓名就去找，果然找到这个负责人因小弟的名。联络部得知姓名及住址后，再请当地里长前往找寻。本来电话卡袂通，里长到问，差不多1点钟就问到人啊。啊，看到因亲人安尼吼，看到尔，哦，目屎就直流啊。 87岁负责人行动不方便，坐椅仔顶，甲几位的亲人翕相留念，场面真感动人。是讲伊另外要找亲阿兄，讲已经过身2档外。人事已非了，造成心里边很难过。这个负责人的孙仔强调讲，因为双方家庭要几10年无见面啊，嘛无联络，彼此的年岁是愈来愈大，也毋过依然关心对方。这份结交的感情，靠这本旧的电话簿啊，搁互亲人团圆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